我哋奉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合體上帝嘅尊名，舉行聖靈降臨後第9主日嘅崇拜。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都當在他面前肅靜。就讓我哋謙卑侍立喺主上帝嘅面前，全心敬拜侍奉佢。讓我哋唱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門。雖然今日風暴嘅緣故咧，我哋翻唔到嚟教會嘅禮堂嘅當中一齊到敬拜上帝，但係聖經提醒我哋咧，拜父係用心靈同埋誠實，就用我哋藉住網絡嘅幫助，今日咧喺網絡嘅當中同心嚟到敬拜。讓我哋先唱頌主詩歌第371首，內心等候。好心之人當無田香，在被一切苦淚掃過，天堂之上永無再恙，既無困倦永享欣賞。等候，忍耐等候莫惆悵，等候，忍耐等候莫惆悵，等候，等候，等候切莫惆悵。勞苦負重當歸主旁，屬主之人得眾天堂。愛心受苦或有創傷，進到天堂安然無恙。等候，忍耐等候莫惆悵，等候，忍耐等候莫惆悵，等候，等候，等候，忍耐莫惆悵。痛苦艱辛帶到主前，掛慮重擔有主代肩，不久可得福樂平安。內心等候莫有怨言，等候，忍耐等候莫惆悵，等候，忍耐等候莫惆悵，等候，等候，等候切莫惆悵。喺我哋等候耶穌基督嘅時候，我哋唔係百無聊賴噶，我哋更加咧應該去謙卑我哋自己嘅生命，專心咧行喺上帝心意嘅當中嚟到等候主。呢個時候就讓我哋謙卑去聆聽上帝喺西奈山上所頒布嘅10條聖誡，以反省自己有冇切切實實咁樣去愛上帝、愛鄰舍呢？第一誡，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們，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懲罰他們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施慈愛，直到千代。第三誡，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第四誡，
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6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華你的上帝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奴僕、婢女、牲畜，以及你城裏寄居的客旅，都不可做任何的工，因為6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7日就安息了。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第5誡，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第6誡，不可殺人。第7誡，不可姦淫。第8誡，不可偷盜。第9誡，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你的鄰舍。第10誡，不可貪戀你鄰舍的房屋，不可貪戀你鄰舍的妻子、奴僕、婢女、牛驢，以及他一切所有的。弟兄姊妹，我哋當以悔改嘅心喺上帝之前認罪祈禱，讓我哋起立同心禱告。全能聖潔嘅上帝，我哋嘅天父，雖然你係滿有威嚴榮耀，但係你卻因為愛我哋嘅緣故，差遣愛子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向世人顯明你救贖嘅恩典。主耶穌基督，我哋感謝你喺你洗禮嘅時候，顯明咗你係天父獨一嘅愛子，係天父所喜愛嘅。我哋係貧乏有罪嘅人，喺十誡嘅宣告嘅當中，我哋更加體會上帝你嘅神聖威嚴。所以我哋謙卑嘅嚟到上帝嘅面前認罪，求你施恩赦免我哋一切所犯嘅罪，又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求你藉住聖靈喺我哋心裏面工作，叫我哋先求你嘅國同埋你嘅義，又加添我哋嘅善力，讓我哋能夠喺世上作鹽作光，藉我哋嘅生命彰顯基督，榮耀你嘅聖名，誠心所願。我哋既然喺上帝嘅面前誠心痛悔己罪，就當用信心接受佢赦罪嘅應許。喺約翰一書第1章第9節話：我哋如果認自己嘅罪，上帝係信實噶，係公義噶，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誠心所願。弟兄姊妹，我哋記得蒙上帝嘅憐憫，罪得赦免，就當以使徒信經喺上帝面前承認我哋嘅信仰。我哋同念使徒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着聖靈成印，從童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陰間，第3天從死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門。弟兄姊妹，喺我哋聽道之前，讓我哋聆聽一段嘅經課。今日嘅經課記載喺羅馬書第8章26到39節。羅馬書嘅第8章26到39節喺新約聖經第236頁。請聽聖經嘅話。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知道當怎樣禱告，但是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求。那監察人心的，知道聖靈所體貼的，因為聖靈照着上帝的旨意替眾聖徒祈求。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所預知的人，他也預定他們效法他兒子的榜樣，是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他所預定的人，他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他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他又叫他們得榮耀。31節，既是這樣，我們對這些事還要怎麼說呢？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擋我們呢？上帝既不
顧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誰能控告上帝所揀選的人呢？有上帝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復活了，現今在上帝右邊，也替我們祈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嘅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迫害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嘅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嘅羊。然而靠着愛我們嘅主，在這一切嘅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權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深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的。呢個係上帝嘅話語。今日有梁敬忠傳道喺我哋當中宣講上帝嘅聖道，同我哋講嘅題目係奇異種子。引用嘅經文係馬太福音第13章31到33節，44到52節。將時間交俾梁傳道。弟兄姊妹平安，願因為平安從父上帝並救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哋，誠心所願。今日嘅講道經文記載喺馬太福音13章31至33同埋44到52節。我哋先一同閱讀經文。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它原比所有的種子都小，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以致天上的飛鳥來在它的枝上築巢。他又對他們講另一個比喻：天國好比麵酵，有婦人拿來放進3斗麵裏，直到全團都發起來。天國好比寶貝藏在地裏，人發現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天國又好比商人尋找好的珍珠，發現一顆貴重的珍珠，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下這顆珍珠。天國又好比網撒在海裏，聚攏各類魚類，網一滿，人們就把它拉上岸，坐下來揀好的收在桶裏，不好的丟掉。世代的終結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把惡人從義人中分別出來，丟在火爐裏，在那裏要哀哭切齒了。耶穌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嗎？他們對他說：明白了。他對他們說：凡文士學習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的主人，從他庫裏拿出新和舊的東西來。馬太福音13章係耶穌有關天國嘅講論。今日嘅經課得10節多少少嘅經文，卻係記載咗6個有關天國嘅比喻。若果大家有留意計埋今個主日已經連續3個星期嘅福音經課選段都係坐落喺馬太福音13章。前個星期麥牧師同我哋分享咗大家應該最為熟悉嘅撒種嘅比喻。上個主日林牧師同我哋分享咗麥子同埋雜草，或者和合本譯作稗子嘅比喻。去到今日經課選取嘅仍然係有關天國嘅揭示。3個星期加埋我哋已經閱讀晒馬太福音13章，全部一連串8個耶穌作出有關天國嘅比喻。
唔同嘅係撒種嘅比喻、雜草嘅比喻係較為詳盡，而且經文都刻意劃出一個段落，為呢兩個比喻作出解讀。但係我哋今日所閱讀嘅，卻係兩個一組，一共6個非常之簡短嘅天國嘅比喻。耶穌亦都冇就住呢幾個比喻作進一步嘅解釋，反而咧淨係問門徒：呢一切嘅話，你哋都明白了嗎？耶穌喺呢度想要揭示嘅係一個點樣嘅天國嘅信息呢？我哋又係咪真係聽得明白呢？喺進入比喻嘅內容之先，就讓我哋先了解一下耶穌作出呢啲比喻嘅背景同埋上下文。成個第13章係耶穌天國嘅講論，而喺12章記載咗耶穌醫治同埋趕鬼嘅故事。然而猶太人呢並冇因為見證到耶穌嘅能力相信佢，反而對佢嘅敵意日漸滋長，更加誣衊耶穌係鬼王別西卜。事實上，主耶穌嘅來臨代表住上帝國嘅臨近，所以耶穌喺傳道嘅時候咧，佢咁講，佢話天國近了，你哋應當悔改。而猶太人指控耶穌藉鬼王嘅能力趕鬼，商議點樣除掉耶穌，所意味嘅唔單止係佢哋對耶穌嘅拒絕，更加係佢哋對天國嘅拒絕。人拒絕耶穌，就係拒絕彌賽亞，亦即係拒絕天國嘅來臨。耶穌就係喺咁樣嘅背景底下宣講一連8個天國嘅比喻，而馬太福音主要嘅寫作對象正係猶太人，所以作者喺呢度係刻意咁樣針對猶太人對天國降臨嘅拒絕而作出嘅教導同埋回應。留意喺呢8個比喻嘅後面嘅下文，仍要係環繞住耶穌被拒絕嘅主題。喺13章嘅尾段，我哋見到拿撒勒人對耶穌嘅拒絕，再之後係福音嘅先鋒施洗約翰嘅殉道。說呢8個比喻嘅背景就係猶太人拒絕耶穌，參在嘅係佢哋有冇意識到佢哋對耶穌嘅拒絕，其實係等同於佢哋對於佢哋一直等待緊嘅天國嘅拒絕。馬太福音一直已經喺度鋪墊緊天國嘅概念，天國亦都係耶穌嚟到世上要向世人所傳達嘅核心嘅信息。馬太筆下嘅耶穌，佢開始傳道第一句嘅說話就係：你哋要悔改，因為天國近啦。天國究竟幾時完全得到實現，我哋唔知道。但耶穌提醒我哋天國近啦，同時耶穌亦都話俾我哋聽，天國係一個奧秘。天國雖然係隱藏嘅，但係卻係向願意細看同埋聆聽嘅人顯露出嚟。耶穌親自嚟到我哋嘅歷史世界裏面，為嘅就係要讓人睇到嚟臨中嘅天國，並呼籲我哋對此作出回應。就讓我哋帶住呢個背景視覺翻到今日嘅比喻。今日我哋所閱讀嘅係2個一組，3組共6個有關天國嘅比喻，而每一組嘅比喻所帶出嘅信息呢，係非常之接近。首先我哋閱讀31到33節2個嘅比喻。志雄睇唔到。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它原比所有種子都小，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以致天上的飛鳥來在它的枝上築巢。天國好比麵酵，有婦人拿來放進3斗麵裏，直到全團都發起來。繼前個星期嘅撒種同埋上星期嘅麥子同埋雜草呢，
今個星期我哋迎接嘅係種子比喻嘅第3部曲芥菜種。呢度嘅芥菜種咧，就唔係我哋今日喺街市買到嘅芥菜。聖經所講嘅芥菜其實係芥末，即係用嚟製作咧我哋平時點燒腩仔芥辣嘅原料。佢嘅種子咧好細，大概得1厘米咁大啫。而猶太拉比教導嘅經典著作米士拿咁樣講，佢話節日同埋安息日嘅籃咧，將佢哋裝滿堅果之後，再加上少少嘅嘢咧，就會令到成籃咧都滿瀉。但係若果只係加上一粒芥菜種的話，籃子仍然會安好無恙。所以呢度所提及嘅芥菜種，指嘅唔單止係佢體積好細，更加係講緊佢唔帶任何實質嘅影響。換句説話講，芥菜種嘅存在咧，根本微不足道，冇任何貢獻或者影響力。但耶穌卻話，當呢粒芥菜種長起嚟之後，佢比各樣嘅菜都大，而且會成樹，以致天上嘅飛鳥咧喺佢嘅枝上面築巢。舊約喺其他嘅地方咧，亦都有出現植物長大之後成樹，讓飛鳥居住嘅呢幅圖畫。喺但以理書裏面，以高大漸長嘅樹去描繪尼布甲尼撒王嘅國度將逐漸堅固。喺以西結書就用上帝園子裏面佳美嘅香柏樹去比喻上帝所建嘅以色列國度。芥菜咧，或者我啱啱所講，其實係芥末，佢只係一個草本嘅植物。其實佢唔能夠好似木本植物咧咁樣長成一個參天大樹，最多咧能夠長到高過人少少，大約2到3米嘅高度。所以聖經咧稱之為樹，其實係有少少誇張嘅描寫手法。但耶穌話，一個細小嘅芥菜種子，竟然能夠變成讓飛鳥居住嘅樹，大概就係借用咗舊約裏面呢2幅有關擴展王國嘅圖畫嚟表達天國來臨嘅意象。佢嘅意思係天國之大係從芥菜種咁樣一粒微不足道嘅小種子開始發展起嚟嘅。麵酵嘅比喻嘅信息係一樣，酵母嘅作用係讓麵包嘅體積變大，並且充滿氣孔，令到佢嘅口感更加鬆軟。上個星期咧 Kenny 咧就教大衛同埋女麵團一齊去整麵包。當我哋喺個麵團裏面加入酵母，我哋望住個麵團，猜下。當我哋一直望住佢嘅時候咧，短時間係唔能夠觀察到佢有任何嘅改變㗎。但係當我哋放低佢一陣，隔一段時間讓佢發酵，翻到嚟嘅時候，卻係發現佢長大咗好多。天國就好比芥菜種子同埋麵酵，始於微小，始於隱蔽，但係最終卻必定會長大，收穫無比嘅榮耀。PowerPoint 裏面咧，大家睇到係啦，呢隻咧係奇異種子。奇異種子咧係 Pokemon 咧第一代嘅3隻主角嘅其中一隻。你可以見到咧，佢背脊嗰個係一顆種子。佢個寵物小精靈圖鑑咁樣形容佢㗎。奇異種子咧喺出世之後嘅一段時間裏面咧，會吸收背上面種子裏面儲存嘅營養去成長。咁如果你同我一樣咧，你都好中意 Pokemon 嘅，咁你一定知道咧，奇異種子咧係只係呢隻精靈嘅第一個形態，佢有得進化喎。佢嘅第2階段係奇異草，然後咧有最終嘅形態，最終進化奇異花。奇異種子咧進化之後咧，佢背脊上面嗰顆種子咧，亦都隨住佢嘅成長而生長，變成為奇異草嘅嗰個種子含苞待放嘅狀態。最後喺奇異花嘅背脊上面咧，你能夠睇到嗰個種子咧，亦都已經開花結果。
長成為一朵巨大嘅紅色嘅花朵。呢個巨大嘅花朵咧，係參考咗現實裏面世界最大嘅花卉，生長喺馬來西亞，直徑可以達1米嘅大黃花。咁奇異種子咧，究竟點樣能夠進化呢？呢個問題應該考唔到真正嘅 Pokemon fans 嘅。你細細個有玩 Game Boy 咧，或者 NDS 就知㗎啦。隨住佢跟你戰鬥獲取經驗，佢就能夠進化。去到16 level 嘅時候咧，佢就會進化為奇異草。然後升到32等級嘅時候咧，就會進一步進化成為最終形態奇異花。天國咧，可能都好似奇異種子咁樣，有一日佢背上面嘅種子咧會開花盛放。但係唔同嘅係咧，我哋打機就知道隻精靈幾時進化，但係若談論嘅係天國，我哋並唔掌握呢個生長嘅過程同埋時間表。我哋唔知道呢個種子幾時發大，長成能夠讓飛鳥棲息嘅大樹。至少喺依家呢個生長、呢個發酵嘅過程仍未完成，仍然繼續緊。亦都係因為未完成，我哋咧先要面對作為天國嘅子民活喺世上面種種嘅張力。就讓我哋帶住呢種張力咧，我哋繼續睇落去。我哋進入44到46節嘅兩個嘅比喻。天國好比寶貝藏喺地裏，人發現就將佢藏起嚟，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嘅買呢塊地。天國又好比商人揾好嘅珍珠，發現咗一顆珍貴嘅珍珠，就去變賣佢一切所有嘅，買下呢顆珍珠。呢度藏寶同埋珍珠嘅比喻，其實解釋咗我哋點解會面對呢咁多嘅張力。因為咧，唔係所有人都能夠察看到天國嘅價值。假如你係嗰個地主，你知道你嗰塊地底下面咧係埋咗價值連城嘅寶藏嘅，咁你買唔買呢塊地咧？當你就算你買啊，你都先將呢個寶藏拎咗出嚟先啦。同樣地，喺珍珠嘅比喻裏面，若果所有人都想要嗰顆珍珠，我諗咧，就算你變賣晒你嘅所有咧，你都未必能夠買下嗰個珍珠啊，因為好可能有人願意俾你出一個更高嘅價格將佢買落嚟。所以唔係每一個人咧都能夠睇到呢個微小同埋隱藏嘅天國佢所蘊藏嘅價值。繼承啱啱我哋睇頭兩個嘅比喻，我哋必先要睇到天國嘅價值。我哋知道，我哋相信種子會長成大樹。我哋知道，相信麵團必定會發大。我哋先願意用我哋嘅所有咧去換取呢個寶藏。呢個珍珠，4年一度嘅世界盃咧，啱啱喺上個禮拜完結。就算平時唔睇波嘅大家咧，或多或少可能咧亦都被捲入咗呢股熱潮嘅裏面。唔知喺成個賽事嘅裏面咧，印象最令你深刻嘅係乜嘢咧？係傳奇球星美斯、斯朗、尼馬嘅最後一舞啊！抑或係挪威充滿氣勢嘅維京勇者嘅撐船慶祝，定係決賽完場雞一吹完咧就上演嘅綜合格鬥呢？但我諗唔少人嘅答案可能係佛得角嘅神奇嘅表現。喺今屆世界盃之前咧，大家好可能連佛得角呢個名咧都未聽過。但係依家冇人唔被呢個只得50萬人口嘅非洲島國嘅球員嘅精彩表現所折服。雖然咧佢哋早喺淘汰賽32強出局，但係隨住西班牙擊敗咗阿根廷，贏到2026年世界盃嘅冠軍咧，佛得角喺世界盃嘅表現嘅含金量咧仍然上升緊，因為佢哋係成個賽事裏面唯一一支能夠同世界冠軍西班牙抗衡打成平手嘅隊伍。咁有啲人俗語咧就咁樣講，佢話睇波唔賭波，睇嚟幹什麼？
西班牙對佛得角嘅比賽裏面咧，西班牙贏咧嘅賠率大概咧就係1:1.08，即係你買100蚊西班牙贏波咧，你買啱咧，你得8蚊雞落袋啫。相反，如果你買西班牙唔贏波，即係打和或者輸波咧，嘅賠率係1:11。你買100蚊西班牙贏唔到波，現實上佢的確贏唔到。如果你真係有買咧，你已經賺咗1000蚊。呢個賠率之差所代表嘅係咧，全世界都睇好西班牙，冇人睇好佛得角。當佢哋阻止咗西班牙全取勝利嘅3分嘅時候咧，啲人就話：佢哋符碌啫嘛。但係接下落嚟，佢哋逼和咗烏拉圭，然後更加出線去到淘汰賽，令到阿根廷同埋美斯嘅球迷咧嚇出一身冷汗。大家先認識到呢隊名叫佛得角嘅球隊咧，原來有啲料到。相信下屆世界盃，若果我哋再次見到佛得角，冇人能夠咁再睇小佢哋。但係又有邊個能夠喺今屆世界盃開波之前咧，估到佢哋有咁精彩嘅表現呢？咁根據新聞嘅報導咧，佢就話有一個神秘顧客，佢喺成個世界盃之前開波之前，用300幾萬港元咧，佢居然就買西班牙贏唔到佛得角，最終就以啱啱所講咧呢個1:11嘅賠率咧，賺咗3000幾萬。咁重新咧，我就唔喺度咧教或者鼓勵大家賭波，喺度講緊嘅係呢一種睇到人哋所睇唔見嘅眼光。你想象，你如果喺世界盃之前你同人講，我 all in 全副身家買佛得角，肯定咧個個都覺得你傻嘅。天國或許仍然係微小同埋隱藏嘅依家，但係若果你能夠睇到佢隱藏嘅價值同埋榮耀，即使其他人唔認同，你都願意擺上一切換取呢個寶藏，呢個珍珠。然後我哋嚟到最後2個嘅比喻。首先係第5個，天國又好比網撒喺海裏面，聚攏各種嘅魚類，網一滿，人就將佢拉上嚟，坐低揀好嘅收喺桶裏面，唔好嘅就抌走佢。對一個漁夫嚟講咧，其實冇乜魚係冇用噶。首先咧，大部分魚咧都能夠食用，就算有唔食得嘅，甚至係佢食剩嘅嗰啲嘅部分，亦都能夠作為魚餌。所以漁夫喺一般嘅情況底下咧，都唔會將魚抌咗去。每一條魚或多或少都有價值。況且要將唔好嘅魚揀出嚟，再抌咗佢咧，本身係另一種嘅時間成本。咁樣點解比喻裏面撒網嘅人要咁刻意區分好嘅魚同埋唔好嘅魚呢？記住馬太嘅寫作對象係猶太人，所以其中一個解讀係撒網嘅人其實佢遵從緊猶太人嘅潔淨嘅條例。根據利未記嘅律法，冇刺冇鱗嘅魚係唔好嘅，而唔好嘅希臘文嘅意思係應該指責嘅。所以撒網嘅人係喺度進行緊一個價值選取同埋判斷。去判斷緊啲乜嘢呢？就係判斷馬太福音13章各個比喻一直嘅主題天國。去判斷緊你有冇察看到天國嘅價值，並為此擺上一切。假若你能夠睇到天國嘅價值呢，理應要為你嘅生活帶嚟改變，不然就會好似上一個比喻裏面嘅地主咁樣，佢擁有住寶藏，但係卻一直埋喺地底裏面。呢個寶藏咧，冇為佢嘅生活帶嚟絲毫一點嘅改變。佢過住嘅咧係一個好似冇寶藏冇分別嘅生活。49到50節咧，為撒網嘅比喻提供咗解釋。佢話世代嘅終結亦都要咁樣，天使要出嚟，要將惡人喺義人當中分別出嚟，抌喺火爐裏面。
喺嗰度要哀哭切齒。呢度同上個星期所講麥子雜草嘅比喻一致，指向緊一個終末嘅視覺。當天國完全實現嘅時候，好嘅同壞嘅，義人同埋惡人要被分辨，要被分開。只有好嘅，只有義人能夠參與喺天國嘅裏面。而最後耶穌話：凡文士學習作天國嘅門徒，就好似一個家嘅主人，從佢嘅庫裏面拿出新嘅同埋舊嘅東西出嚟。假如我哋根據福音書對文士呢個詞彙一貫嘅理解去睇呢，我哋難免會認為文士係負面嘅，因為佢哋喺福音書裏面往往係耶穌嘅敵人。但係呢度並唔係咁樣。我哋睇呂振中嘅譯本咧，就更加清楚，佢咁樣寫：故此，每一個經學士受教為門徒，歸於天國嘅，就好似一個做家主嘅人，去從佢庫房裏面拎出新舊嘅東西出嚟。經文寫佢話文士或者呂振中稱為經學士，佢哋係受教為門徒，歸於天國嘅。而文士最重要嘅職責就係教導，所以呢度展現嘅其實係一個屬於天國嘅教導者應有嘅表現。佢話一個屬於天國嘅教導者會喺庫房裏面拎出新舊嘅東西嚟，意思係佢哋懂得分辨啲乜嘢呢？分辨乜嘢係合乎天國嘅價值，並以此作為準則嚟作為我哋生活嘅指標。如果按照呢一切一連串嘅比喻嘅教導，我哋要相信天國將會從微小同埋隱蔽中長大。我哋要看見天國所蘊藏嘅價值。我哋要願意放低我哋一切去換取真正最為有價值嘅寶藏同埋珍珠。而呢個珍珠，呢個寶藏就係我哋歸屬天國嘅證明，係咪咁樣呢？大家又做唔做到呢？嚟到講到嘅尾聲呢，我俾一個測驗大家，去 check 下大家呢有冇天國嘅眼光呢，去選擇到真正嘅寶藏。喺開始嘅第一個比喻啦，話天國好似一個種子啊嘛。咁近期呢，就興翻 Pokemon， 好多人就去玩同埋買埋一啲 Pokemon 嘅遊戲嘅卡片。咁咧有啲係好值錢㗎，係你哋估唔到咁貴㗎。咁所以咧，我就揀咗幾張奇異種子嘅卡牌，睇下咧大家能唔能夠睇得出邊張卡牌嘅價值更高。係啦，咁有好幾題嘅，咁每題咧我會俾10秒大家做選擇。係啦，咁你認為左邊嘅定係右邊嘅奇異種子嘅價值更高呢？係啦，咁每一題呢，大家揀完之後呢，我就會開估，係啦，就會摟走呢價值低啲嗰張，係啦，但係高啲嗰張呢，我唔會話俾你聽佢值幾多錢嘅，佢就會繼續參與喺呢個遊戲裡面，係啦。咁我哋開始咯，我俾10秒大家覺得邊張奇異種子嘅價值更加高呢？係啦，咁第一個咧，我哋開估。咁第一個咧，應該係大家嘅右邊，係啦，應該大家右手邊咧嘅嗰張卡牌價值更加高，係啦。咁價值低啲嗰張咧都要300幾蚊，係啦。咁我哋去下一個咯喎，係。大家估下呢兩張卡牌，又俾10秒大家，邊張奇異種子嘅價值更高呢？好啦，開估啦。結果咧係張圖片咧睇落仲精美啲嗰張咧係平啲喎，就592蚊，係啦。咁我哋又去下一題咯喎。大家覺得邊張嘅價值高啲呢？
咁仍然咧係啱先贏咗嗰張咧，佢嘅價值更高係啦。咁低啲嗰張咧就係405蚊。咁我哋去到最後一題啦，你估下邊張奇異種子嘅價值最高咧？係啦，咁就開估啦。呢個係最後一題。嗱，咁呢個咧係價值低啲㗎，係27.4K 啊，係啦，即係呢張卡牌咧，竟然係值27,000蚊㗎，但係佢仍然係價值低啲嗰張喎。咁冠軍呢張咧，大家睇下，佢係值成14萬多啲㗎。當然啦，呢個純粹係一個遊戲，並唔係代表真正天國嘅價值嘅指標。但係我估頭先咧，應該好少人咧能夠全部都答啱。就算你答啱咧，我估你都係靠住運氣嘅幫助。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喺今日嘅經課裏面6個比喻嘅當中，特別係攝咗一句，就係耶穌佢問門徒，佢話：這一切嘅話，你哋都明白了嗎？門徒嘅回答係明白了。但係當我哋再將馬太嘅記載閱讀落去，我哋睇到門徒犯錯，我哋睇到門徒喺客西馬尼嘅軟弱，同當時堅定回答咗明白嘅佢哋，我哋見到佢哋仍然會陷入咗喺唔同嘅難處裏面，以致即使佢哋咁口響、咁堅定，佢哋答明白了，佢哋仍然唔能夠時刻都作出合乎天國價值嘅選擇。我哋都係一樣。所以若果天國係單純要求我哋買啱嗰個珍珠，我哋要估啱邊個種子去發大，然後用呢個珍珠、用呢啲嘅寶藏種子作為天國嘅入場券咧，咁我哋就死梗，因為我哋靠住自己，我哋唔能夠做到。就算我哋喺道理上面明白咗，當困難臨到我哋嘅身上面嘅時候，我哋嘅目光亦都好容易就被呢啲嘅危難去奪去，讓我哋唔能夠時刻睇到天國所蘊藏嘅榮耀。若我哋檢視世界悠長嘅歷史咧，我哋的確能夠睇到呢顆天國嘅種子正係成長，但係我哋並唔能夠掌握呢顆種子成長嘅時間表。不過我哋亦都冇必要明白。因為喺我哋作出選擇之前，上帝早已經選擇咗我哋，讓我哋參與喺呢個天國嘅進程嘅裏面。我哋要相信天國將會從微小同埋隱藏裏面長大。我哋要睇到天國所蘊藏嘅價值，但係更加重要嘅係，我哋要知道唯有上帝使佢生長。登山寶訓佢咁樣講，第一句佢話：心靈貧窮嘅人有福啦，因為天國係佢哋嘅。邊個係心靈貧窮嘅人呢？心靈貧窮就係嗰啲清楚知道自己軟弱同埋不足，因此謙卑尋求上帝嘅恩典同埋帶領嘅人。當然啊，我哋唔希望種子咧會被徒然撒下，算啦，我哋好努力，我哋選擇行義，但係同時我哋亦都知道上帝先係嗰位栽種叫人成長嘅上帝。佢比我哋更加緊張，比我哋更加愛護呢個世界，因為整個世界係佢嘅創造，全地都係屬於上主嘅。我哋要做嘅僅僅就係全然倚靠佢，喺佢嘅恩典同埋帶領之下，我哋謙卑學習用天國嘅眼光作選擇。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首詩歌，全地皆屬父神。呢首詩歌其實係我哋好熟悉嘅，這是天父世界嘅另一個嘅翻譯嘅版本。當我哋知道我哋自己係軟弱嘅，並因此每一刻全然依靠上主而活，
其實呢，我哋已經係參與喺天國嘅過程嘅裏面，誠心所願。弟兄姊妹，雖然我哋因為網上崇拜嘅緣故，我哋唔能夠喺現場裏面咧投入奉獻嘅當中，但係就讓我哋都安靜一陣間，將我哋嘅心獻俾上帝，讓我哋同心祈禱。慈悲嘅天父，我哋得你嘅大恩，而家將自己整個人都奉獻俾你，求主鑒納賜福，讓我哋擺上嘅能夠收極大嘅效果，榮歸我主。誠心所願。之後落嚟咧係家事嘅關懷。下主日崇拜聖堂司職人員如下噶：主禮咧係我啦，講員咧係黃日晶牧師，司琴係余思敏姊妹，司事長咧係柯兆輝弟兄。還有其他侍奉嘅崗位咧，請弟兄姊妹咧可以下載周刊咧留心啦，讓我哋下個星期一齊同心彼此嘅服侍。今日咧，雖然因為風暴嘅緣故咧，我哋唔能夠翻到聖堂嘅當中，但係咧，我哋都感謝一班弟兄姊妹去幫手啦。特別咧係張希正執事啦，咁為我哋喺風暴嘅之前咧，就預備咗啲錄影，令到大家咧可以喺屋企嘅裏面咧去崇拜。如果求上帝咧幫助每一位咧喺風暴裏面咧照顧緊其他人嘅人。另外，本堂消息嘅第三項。下主日崇拜後將會舉行教會祈禱會㗎，所以請弟兄姊妹咧預留時間，我哋同心以禱告咧去守望教會。跟住落嚟係肢體嘅消息，李顯弟兄同埋郭月新弟兄咧，啱啱上個星期咧因為身體不適而入院㗎，咁去醫院探過佢哋兩位㗎啦，情況咧都係理想㗎，咁啊求主繼續醫治同埋幫助。跟住落嚟咧係區會消息。區董會咧已經喺6月嘅時候咧喺會議當中咧設立咗聘請本會嘅會友陳偉波先生咧出任禮賢區會嘅總幹事㗎啦。佢將會喺嚟緊8月咧就開始履新㗎啦。咁啊求主親自帶領陳偉波先生啦同眾同工一齊咧去承擔區會侍奉嘅工作。另外新一期嘅禮賢區報咧已經送底咗㗎啦，嚟緊出年2027年咧就會係會慶180週年，所以區報由今期開始咧就邀請咗本會嘅胡建斌博士撰文介紹本會來華宣教士嘅歷史㗎。弟兄姊妹都鼓勵大家咧可以返到教會嘅時候咧去攞區報嚟睇啦，甚或者攞返屋企咧去收藏，咁咧去幫助我哋咧更加認識我哋會宣教士嘅故事，得到咧激勵㗎。跟住落嚟一個坊間嘅消息，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咧將會喺8月嘅1至10號舉行。弟兄姊妹咧可以喺網上咧去收看直播，當中咧研讀上帝嘅説話。如果你有興趣收呢個直播嘅話咧，你都可以直接喺網上面咧去搜尋港九培靈研經大會，上邊咧會有相關嘅連結，直接咧喺嗰度登入咧就可以收看網上嘅直播㗎啦。不同嘅事情咧，就讓我哋藉住禱告咧帶到上帝嘅面前。弟兄姊妹，讓我哋起立，我哋同心以代禱，將一切嘅事交託俾我哋嘅上帝。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藉住耶穌基督道成肉身而成為人，又藉住基督，藉住聖教會一代又一代嘅先賢，將福音一路去傳遍唔同嘅地方，以致我哋呢一班喺教會裏面嘅弟兄姊妹，我哋能夠喺我哋生命嘅當中有機會認識福音，由一個罪人變成上帝你自己嘅兒女。你更加呼召我哋喺聖教會裏面彼此嘅同心同行，同主你同工，又將傳福音嘅使命交託俾我哋。你將我哋擺喺東城呢個地方，我哋為咗東城你，我哋周邊一帶同埋我哋身邊嘅家人朋友擺上禱告，求天父藉住我哋呢一班屬你自己嘅兒女，同樣將福音帶俾我哋身邊嘅人。主上帝啊，今日喺風暴嘅當中，我哋感謝你保守我哋喺風暴裏面能夠有平安，但係求主同樣嘅看顧一切喺風暴嘅當中面對困難嘅人，尤其是喺風暴嘅裏面喺街上面去服侍人嘅人，嗰啲救災嘅消防等等不同嘅人士，上帝啊，我哋求你保守佢哋嘅腳步，又求天父看顧俾風暴襲擊嘅人，願主你保守佢哋生命財產嘅平安。上帝啊，求你憐憫一切困難當中嘅人。主，我哋同樣地為咗教會裏面軟弱嘅人向你禱告，我哋特別紀念李謙弟兄同埋郭月新弟兄。上帝啊，佢哋啱啱上個禮拜因為不同嘅原因入咗醫院，我哋感謝你，讓治療一路進行嘅過程嘅當中，
佢哋咧係平平安安嘅。但係求主你看顧佢哋整個治療嘅過程，唔單止兩位弟兄，其他有好多弟兄姊妹喺不同嘅緣故喺長期病患嘅當中嘅，我哋求上帝你自己親自嘅醫治，特別賜俾佢哋有從你而嚟嗰份出人意外嘅平安同埋信心，讓佢哋喺病榻嘅裏面，佢哋能夠嚟依靠上帝你自己。主上帝啊，唔單止為咗我哋教會，我哋同樣為咗呢個世界向你禱告，紀念我哋喺不同地方嘅宣教士，特別咧知道小鴿子咧喺 K 國嘅服侍，佢會喺7月開展一個考古嘅活動，求主賜下有心嘅人參與呢個有意義嘅工作，將歷史真實嘅面貌向世人去呈現。同樣地，如果求上帝看顧喺一切戰爭嘅當中，喺患難當中嘅人，上帝啊，求你嘅福音嘅大能臨到呢個地方，喺哀傷嘅裏面帶嚟安慰，喺絕望嘅當中帶嚟盼望，讓耶穌基督成為每一個人生命嘅依靠。我哋咁樣擺上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誠心所願。弟兄姊妹，就讓我哋用主教導嘅禱文繼續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弟兄姊妹，我哋進入親祝福前，我一齊讀呢個禮拜嘅金句，喺馬太福音第6章33節。聖經話提醒我哋話：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6章33節，帶住呢個挑戰提醒，就讓我哋進入親禮，我哋同唱詩歌3一頌。讚美天父愛世主人，讚美耶穌代贖窮人，讚美聖靈害我茂生，大在三一真神。阿門。弟兄姊妹，讓我哋憑信心領受從主而嚟嘅賜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保惠師嘅感動，常常同你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誠心所願。阿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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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平安安咁返去，喺你所在嘅崗位上面作鹽作光，服侍別人，傳揚福音，見證基督。崇拜即將結束，讓我哋仍然低頭默禱，之後我哋散會。